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嘅 YouTube 頻道。我係 Indara 易夢雅，係一位人智學研究者同埋華德福老師。希望你多多支持 subscribe 我嘅頻道。今日係2026年2月26日，即係丙午馬年嘅年初10。祝大家馬年龍馬精神，馬上幸福，馬上行大運。上一條片講到人智學嘅基本概念4元人，有興趣可以睇返我上一條片。今次呢條片係講人智學裏邊嘅3元人，大家可以估下呢個3元人係乜嘢呢？我哋首先睇下2個畫面。如果有人問你哋覺得 BB 係從椰菜還是係白鸛嚟嘅呢？白鸛呢就係一種鳥，你會唔會覺得呢條問題好奇怪呢？原來法國有個古老嘅傳說，話啲 BB 係從田裏邊嘅椰菜之中長出嚟嘅喎。另一個講法係源自歐洲，話如果有夫妻想要 BB， 只要喺窗邊放幾粒糖，啲白鸛見到之後就會將啲 BB 擺喺布袋之中，然後用長長嘅嘴嚟到擔住，放到呢一家人嘅門前邊，或者係煙通裏邊喎，好似聖誕老人咁派禮物咁簡單。呢個真係好似我哋中國人嘅求子觀音啦。原來呢2個講法都有道理，點解呢？如果話 BB 係從椰菜之中長出嚟，比如我哋嘅身體係從物質世界之中建立嘅，我哋睇下椰菜係從泥土裏邊長出嚟嘅。椰菜嘅花有4瓣，象徵土地上面嘅東南西北4個方向。當我哋聞下佢嘅花香，就好似又濕又凍嘅地下室嘅氣味。所以椰菜係屬於土地嘅植物。喺3元人之中，係象徵住身體嘅部分。跟住我哋睇下 BB 係從白鸛嚟呢一個畫面，係咪同埋之前椰菜嘅圖像非常之唔同呢？白鸛從遠處嘅天空飛過嚟，就好似從上天帶嚟 BB 嘅靈性嘅部分。就好似有啲夫妻一直就冇小朋友，又好想有 BB 喎，於是就求上帝、觀音或者其他嘅神明，最後真係生到仔女嘅時候，就好似上天或者係神明世界賜咗一個靈性落嚟凡間咁樣樣。呢個就係3元人之中裡面靈嘅部分。我諗大家都估到人智學3元人就係大家近年經常聽到嘅身心靈啦。第一個部分身，好明顯就係我哋每一個人擁有嘅身體，係從一出世就遺傳咗我哋嘅父母同埋祖先基因嘅肉身，英文就叫做 body。當我哋出世之後，身體就會對周圍嘅環境產生反應，例如對光覺得刺眼，對溫度覺得凍或者熱。當同環境互動，甚至係會產生各種嘅情緒。呢啲就係3元人第2部分心。有啲人智學者呢就會譯為心魂，英文就係 soul。另一方面，有冇試過喺夜幕低垂嘅時候，忙碌咗成日，終於可以靜靜地休息？我哋會突然之間諗到，每日營營役役咁樣工作同埋生活，其實係唔係只係為咗餵飽我哋呢一副身軀呢？
身體其實可唔可以完全咁樣代表我哋自己呢？當每日經歷咗咁多情緒嘅起起跌跌，最後當情緒過晒之後，嗰啲開心、興奮、悲傷、痛苦，係唔係都係自己嚟嘅呢？但係當嗰啲情緒過咗去，最後留低嚟嘅我嗰個部分，其實又真正係想做啲乜嘢，達成啲乜嘢心願或者夢想呢？呢一個就係三元人嘅第三部分靈，或者叫做靈性，英文叫做 spirit。咁我哋嘅靈係如何達到想要嘅目的呢？三元人如何對應四元人嗰個部分呢？請留意我下一條片就會説明㗎喇。多謝各位，拜拜。